喺羽毛球呢個璀璨嘅星河裏面，每一場賽事都好似一場冇硝煙嘅戰爭，每一次揮拍都承載住運動員嘅夢想同汗水。北京時間3月24號凌晨，2025年瑞士羽毛球公開賽5個單打嘅決賽大幕落下咗，國羽以4冠2亞嘅傲人戰績，就好似一顆耀眼嘅流星劃過羽壇嘅夜空，成為呢場盛宴裏面當之無愧嘅最大贏家。不過喺呢份輝煌成績嘅背後，其實隱藏住好多唔為人知嘅故事，有驚喜，有意外，仲有值得我哋深思嘅嘢。當賈一凡、張殊賢同劉聖書、譚寧喺賽場上隔網相對嘅時候，一場女雙嘅巔峰對決就咁展開咗。范妍組合呢對從去年開始攜手並肩嘅拍檔，就好似兩顆懷揣住夢想嘅種子，喺羽壇嘅土壤度努力扎根生長。之前佢哋好多次喺賽場上嶄露頭角，亞軍、4強嘅成績就好似成長路上嘅一個個腳印，見證住佢哋嘅努力同進步。呢場比賽從一開始就好似充滿咗火藥味，首局比賽雙方比分好似膠着嘅絲線，緊緊纏住喺埋一齊，每一分嘅爭奪都令人心跳加速。賈一凡、張殊賢憑住頑強嘅毅力同默契嘅配合，艱難咁攞下首局，呢一局嘅勝利，就好似為佢哋後續嘅比賽注入咗一劑強心針。不過劉聖書、譚寧作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、奧運亞軍嘅組合，實力都唔容小覷。第二局佢哋迅速調整狀態，以凌厲嘅攻勢扳回一局。到咗決勝局，賽場上嘅氣氛緊張得好似可以點燃空氣，雙方球員都拼晒命，每一次揮拍都帶住破釜沉舟嘅決心。最終賈一凡、張殊賢憑住更加堅定嘅信念同出色嘅發揮，以21-17鎖定勝局，成功攞到第一個巡迴賽冠軍。呢一刻佢哋相擁而泣，所有嘅艱辛同付出都喺呢一刻化作咗幸福嘅淚水。喺我睇嚟，范妍組合嘅奪冠並非偶然，佢哋喺配合中不斷成長，相互信任，相互支持。而劉聖書、譚寧嘅輸波雖然有啲意外，但都提醒我哋喺羽壇呢個競爭激烈嘅舞台上面，冇永遠嘅王者，每一次比賽都係一次全新嘅挑戰。男雙賽場向來都係群雄逐鹿之地，呢一次泰國組合得黐波，吉丁努蓬成為咗嗰匹令人矚目嘅黑馬。佢哋以21-15、18-21、21-14嘅比分擊敗菲克里、馬丁，成功登頂冠軍寶座。目前嘅男雙格局就好似一團迷霧，充滿咗不確定性。世界排名低嘅組合成日可以爆發出驚人嘅能量，擊敗排名高嘅組合。印尼男雙雖然實力強勁，擁有好多對頗具競爭力嘅組合，但冠軍都唔一定係佢哋嘅囊中物。特次波本身雙打能力唔錯，之前主要活躍喺混雙賽場，成績都仲算可以。呢次轉戰男雙，佢就好似一位勇敢嘅探險家，踏入咗一片全新嘅領域，而且成功闖出咗一片天。特次波、吉丁努蓬喺比賽中嘅表現可圈可點，佢哋喺場上配合默契，戰術執行到位，無論係進攻定係防守，都展現出咗頑強嘅鬥志。佢哋嘅奪冠無疑俾男雙賽場帶嚟咗新嘅活力，都令我哋睇到咗男雙格局嘅無限可能。我覺得泰國組合嘅奪冠係對傳統強隊嘅一次有力衝擊。喺羽壇唔可以成日依賴過去嘅榮譽同排名，每一支隊伍都需要不斷創新同突破，先至可以喺激烈嘅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。如果話前面嘅比賽係精彩嘅預熱，咁翁雲陽同小波波夫嘅男單對決，絕對係一場令人熱血沸騰嘅視覺盛宴。首局比賽雙方就展開咗激烈嘅爭奪，比分交替上升。
每一個波都好似承載住雙方球員嘅尊嚴同夢想。最終，翁雲陽憑住更加出色嘅發揮，以21-18先下一城。不過，真正令人驚掉下巴嘅係第二局。從比賽一開始，翁和陽就好似一頭覺醒嘅雄獅，氣勢如虹。佢迅速拉開比分，而且不斷擴大優勢，比分差距就好似決堤嘅洪水咁，一發不可收拾。最終，佢以21-3嘅懸殊比分結束比賽，創造咗呢場21-3嘅慘案。呢咁嘅比分喺羽壇歷史上面都極為罕見。佢就好似一顆重磅炸彈，喺賽場上引起咗軒然大波。翁雲陽呢場嘅勝利唔單止係一場比賽嘅勝利，更加係佢職業生涯嘅一個重大突破。佢集齊咗世界羽聯超級1000、750、500、300、100級別冠軍，成為繼桃田賢斗、安賽龍、石宇奇、金廷、喬納坦之後，第6位喺 S300 1000都攞過冠軍嘅男線球員，仲係首位喺 S100 1000都攞過冠軍嘅男單球員。呢一成就無疑將載入羽壇史冊。回顧佢嘅奪冠歷程，2019年中國寧水羽毛球大師賽100級別冠軍，係佢職業生涯嘅起點。2025年瑞士羽毛球公開賽300級別冠軍，係佢邁向更高峰嘅重要一步。2022年韓國羽毛球公開賽同2023年澳大利亞羽毛球公開賽500級別冠軍，見證住佢嘅成長同蛻變。2023年丹麥羽毛球公開賽750級別冠軍，令佢喺國際賽場上嶄露頭角。2024年中國羽毛球公開賽1000級別冠軍，更加令佢站喺咗羽壇嘅巔峰。賽後，翁雲陽話：經過呢次歐洲比賽，自己喺心態同戰術上面會更加成熟。喺我睇嚟，佢嘅成功並非偶然，佢有住紮實嘅基本功、頑強嘅毅力同對勝利嘅渴望。而呢場21-3嘅慘案，都令我哋睇到咗佢喺賽場上嘅霸氣同實力。不過，都有人會質疑，呢咁嘅懸殊比分係咪說明對手實力太弱，定係翁雲陽嘅狀態太神勇而難以持續呢？但無論如何，呢一刻嘅輝煌係屬於翁雲陽嘅。女單賽場上，陳雨菲同傑克斯菲德嘅對決同樣吸引咗好多目光。陳雨菲呢位羽壇嘅巾幗英雄，喺經歷咗一段時間嘅低谷之後，終於迎來咗復出後嘅首冠。比賽中，陳雨菲發揮得好似好穩定，就好似一位經驗豐富嘅舵手，穩穩咁掌控住比賽嘅節奏。佢以21-17、21-17嘅比分擊敗對手，整個過程冇太多嘅波瀾，但卻令人感受到咗佢深厚嘅功底同強大嘅氣場。呢場勝利對於陳雨菲嚟講意義好重大，佢唔單止係對佢復出努力嘅肯定，更加係佢重新揾返自信嘅關鍵一步。相信喺唔久之後，佢一定可以重返巔峰，成為女單賽場上嘅一股強大力量。佢嘅回歸對於國羽女單同國羽嘅整體實力嚟講，都係一次巨大嘅提升，都為後續嘅蘇迪曼杯增添咗更多嘅希望。賽後，陳雨菲話：好榮幸可以返到呢個賽場，好開心可以繼續戰鬥，自己會珍惜呢次機會，喺接下來嘅訓練同比賽度有更好嘅表現。從佢嘅話語中，我哋可以感受到佢對羽毛球嘅熱愛同執着。不過，都有人會擔心，復出後嘅佢能否適應如今激烈嘅競爭環境，能否保持住良好嘅狀態呢？但無論如何，陳雨菲嘅堅韌同勇氣值得我哋每一個人敬佩。混雙賽場，馮彥哲、魏雅欣呢對新組合成為咗人哋關注嘅焦點。佢哋以21-13、21-15嘅比分擊敗朱一俊、張弛，展現出咗強大嘅實力。雖然馮彥哲、
魏亞欣唔係好耐先至組合喺埋一齊，但佢哋嘅配合卻好似好默契，就好似兩顆相互吸引嘅星星，喺賽場上綻放出咗耀眼嘅光芒。佢哋喺比賽中嘅表現流暢連貫，每一個動作都充滿咗默契。相比之下，朱一俊、張弛雖然都有唔少亮點，但喺配合同穩定性上面仲有待提高。不過，值得肯定嘅係，佢哋喺呢站比賽中已經有咗明顯嘅進步。喺我睇嚟，馮彥哲、魏亞欣嘅組合充滿咗潛力，佢哋之間嘅化學反應令人眼前一亮，或者喺未來嘅混雙賽場上，佢哋將成為一股唔可以忽視嘅力量。而朱一俊、張弛都需要不斷總結經驗，提升自己嘅實力。國羽喺呢次瑞士羽毛球公開賽上面攞到4冠2亞嘅輝煌成績，呢無疑係一次巨大嘅成功。不過喺呢份輝煌嘅背後，我哋係咪都應該睇到啲隱憂呢？一方面，雖然國羽喺好多個項目上面都攞到咗冠軍，但喺啲比賽中，我哋都睇到咗對手嘅強大實力，就好似男雙賽場競爭好激烈，世界排名同過往榮譽都唔可以保證勝利。國羽嘅男雙組合能否喺未來嘅比賽中保持競爭力，係一個值得我哋諗嘅問題。另一方面，部分球員嘅奪冠係咪存在一定嘅偶然性呢？好似翁雲陽嘅21-3嘅慘案，雖然展現咗佢嘅強大實力，但呢咁嘅懸殊比分係咪意味住對手嘅狀態唔佳，定係戰術失誤呢？如果換咗個對手，定喺唔同嘅環境下面，佢仲可以攞到呢咁輝煌嘅成績咩？再者，國羽嘅年輕球員雖然喺呢次比賽中嶄露頭角，但佢哋能否承受住未來更大嘅壓力同挑戰呢？羽壇嘅競爭日益激烈，各國選手都喺不斷進步，國羽需要不斷創新訓練方法，提升球員嘅綜合素質，先至可以喺未來嘅賽場上繼續保持領先地位。總之，國羽喺呢次瑞士羽毛球公開賽上面嘅輝煌成績值得我哋歡呼同慶祝，但我哋都唔可以盲目樂觀，我哋需要正視存在嘅問題，不斷改進同完善，先至可以令國羽嘅輝煌延續落嚟。未來嘅羽壇之路充滿咗機遇同挑戰，國羽能否繼續書寫傳奇，等我哋拭目以待啦。